啊，来宾敢来啊哈？啊袂啊，伊讲有甲你联络啊？伊讲伊要到啊，咧爬山。所以我拄则看到迄个人可能真正是伊哦。是哦，毋是，但是有顶个阿东的经验，我毋敢伫路边黑白讲叫。哦，我刚看到一个妹仔安尼，高水啊，伫一路咧飞手机安尼豆豆啊行，啊可能迄个人是伊啦，因为咱咧手一个徛过来看着，我想讲干一个，总是袂使伫路边黑白讲叫妹仔，妹仔要坐车，会讲惊着，我惊等下叫人过。警察先生，迄公司才有一个人，怪怪的，伫路边共扎落来，讲问人要坐。身躯黑色的安尼，恐怖。我外头今日是蓝色的，好不好？寒天啊，我外头是蓝色。我毋知你就拢穿黑色的。啊，迄重点是伊的骹蠓佮排一个水鸡排蒜头。安尼我的特征足明显的呢，大家一看就知影。哎呀，细字呢。袂使咱叫人报警察，安尼一下叫人掠去。即个名仔好开讲无？毋知呢，伊是主持人，应该是真够讲。歹讲哦，这少年囡仔毋知伊想啥，我可怜。我嘛是少年囡仔。我毋茫个讲啊，等下别讲哈，听众朋友安尼，互咱继续听落去。大家好，这是公司大家开的 Podcast 节目，来听白边，黑白边。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厉害你啦！还个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啦，听众朋友是啦，阮即摆开始自考，到底 NG 啊，阮袂甲伊加掉。是咧。以前阮那个就是个重念一遍，即摆感觉讲，这就是阮的特色啦。听众朋友拢感觉讲安尼较好听啦。敢有？我认为我甲你讲的。好，咱先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欢迎欢迎。即个小可出名尔啦吼，无工作出名，无讲介出名，无讲介出名。哎呀，台中较出名啊，上电视啊，来，咱先自我介绍一下，敢好？好，大家好，我是台欣。我即马是台中教育大学的，应该是讲研毕生。搁你替学校拍广告啊！我要甲你学校收钱啊！我个来过来啊！就是正是大学5年的学生啊，我是读台语系，有变做咱即个节目的主持人，修成迄一间的主持人，就是我拄仔想讲，咱即个节目，咱有遐济节目，阮即个节目了啦！即摆迄个节目啦，即摆所有的来宾来拢想要抢成你，毋知是安那？恐怖恐主要怖，就是要来工商服务啊！毋是，你即摆已经是变做你抢阮的成你。歹势歹势。哦，修成迄一间的主持人，啊，佮有其他的身份无？佮有，就是我路边的小路。佮有咧伫咧厝内底斗煮饭诶，斗煮饭哦，你会晓煮饭哦？系啊，我平时若伫咧台中的话，我其实3顿拢是家己煮。夭寿哦哟！朋友啊，这好新妇啊，好新妇带去，计甲带是啊，带转去进前。确定人无男朋友，有男朋友，就是要知影倒一个安尼，就是要问。台中诶还是高雄诶？像咱叶家都爱豆摕落来了后，毕业了后，伊就讲伊即摆会使找男朋友啊。啊，像你即摆开始主持啊，你伫咧电视顶啊，会使安尼公开讲你要无啊？伊也无讲有，伊讲有问句倒一个。对，要找，对，要熟悉倒一个，要先找安尼。我要先找迄会晓煮饭诶，过来要熟悉迄个做目工诶。即摆到底是啥？到底是啥要找男朋友？你的条件，对，我的条件就是爱做目工。是安怎是做目工？因为我感觉目工足帅。缘投啊，飘撇。好啦，咱拍啦两个差不多感觉。台欣，你拄则讲你伫台中啊？你敢是台中人？毋是，我是下港人，就是高雄人。高雄上侪种的高雄人。总算毋是台南的啊！最近阮来拢台南，嘿，你讲高雄哪会走起来台中读册咧？本地其实我毋是伫咧台中，我本地有，我迄当阵咧考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报名几啊间啊，有一间是迄个暨南大学，迄间就是我伫咧暨南，对，伫咧南投，伫咧玻璃内底。深山哪来迄间啊？无，迄就是因为安尼，迄当阵本地我第一志愿本来是要去迄个南投遐，啊，毋过落尾我就是去面试了。去遐要读什么课？一个什么？哎呀，你连什么课拢袂记得？教育什么会？教育相关的我嘛，永远袂记得。非得就是甲阮共款是教育频道啊。大家拢对，拢是教育相关背景的对。迄当阵就是我去南投遐面试了，我就甲我妈妈讲。我无要去，收远啊对无？我去食伊迄个对学餐了，我就发现讲哦，迄物件我食袂。是安怎？因为食菜哦。是，但是我感觉迄个口味无合我的口味，合你的口味。你竟然有人是因为迄食的物件无合你你叫当去
学生的餐厅食饭。你毋是会晓家己煮，你就家己煮就好啊。就是因为伊伤偏飘，要买物件嘛无方便，所以我就尾就是想讲，而且我会做想厝，所以我就想讲，我安尼逐礼拜要倒去厝。莫紧张啦，莫紧张啦。看着恁两个做紧张诶，就是我若逐礼拜拢要倒去厝，我就感觉。都伤远啊，想讲刷刷去，路途遥远啊。对，落尾就是去台中到大汉面市了，我就发现讲哇，教授人拢足，所以落尾就无想着想。确定毋是因为恁外口遐一中街遐有物件通食，伤好食。这嘛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暨南大学同学，你有听到无？甲恁学校讲啊，迄学校餐厅用较好食咧。爱条件，无你学生安尼老去啊！我你讲。对啊，所以落尾就是起来台中读册安尼。好啊，所以你拄则讲着讲你是台语系，你谁哪会对学生变做阮节目的主持人？你敢要讲者？恁进前恁共一体吼，迄叫共一体，共一批已经有3个来过啊。因为有讲着就是讲因去定选，啊，你当初是安怎会想要来定选？我其实定选的迄个时阵，我是最落尾，因我应该若有看迄个顺序，我应该是上落尾到的。但是我本地就是拢无接触的即个资讯，安尼就是迄当阵有一件，我就是雄老师咧上课的时候，伊就讲着即个物件，我就小可有听，啊，毋过嘛甲伊当做迄个耳边风啊！老师你有听到伊上课无认真啊？信函老师歹势，信函老师歹势。哦，信函老师你还你有你听？无啦，伊无你听啦，但是伊有你甲阮开会，阮会偷偷甲伊讲。信函老师你有听到无？我嘛是有听秘啊，就是落尾就是看到台语第一伫咧面册有宣传一道了。我嘛毋知安怎呢，我就是想想讲，哦，好啦，啊无就来报名看卖啊！真正我本来真正无完全无想讲一定要着啊，是安怎？我就是讲好啦，凊彩报名看卖啊！蒙起者，对，蒙起啊！我会记甲录一分钟的影片，我嘛是伫咧最后差不多几分钟啊，紧甲录落来，啊，紧甲用手机啊加会甲传起哩。啊，没有你有听到，伊即马是咧电工，我著凊彩参加者，凊彩加就对啊啦，天分啊，除了缘分，搁爱天分啊，咱注定一个缘分。我一直就是安尼落尾的过关斩将的，一直都变做主持人安尼，所以我感觉这就是拢是上天上地有咧安排安尼，较谦虚的。所以你丢了，恁老师教做欢喜的。你敢有特别甲信函老师讲？我就无啥收伊的课。老师你有听到无？可怜哦，甲资讯分出去了，学生就走去咯。安尼以后老师到底要分享这资讯无？无啦，阮有一间伫咧罗林拄着，伫咧电梯内底，对我好，我甲信函老师，伊就有甲我讲，哦，你足赞的哦，我有咧看你的节目哦。啊，我本来想要甲问讲，老师你是看倒一集？我卖骗哦！我干那阮两个人尔，迄落的爱叫刷去。你那会讲哦，你就是迄连景迄集吧？你想讲，毋是连景，毋是我，太像毋是哦。哦，过来要问讲，你就是对一开始主持到即嘛，你感觉你家己有啥物款的改变？比如讲你面对镜头啊，还是讲你讲话啊，还是讲你会有啥物具体的动作？我想要讲一个甲这无共款的改变，无共款的改变，好，就是。我迄天我才咧录我迄个高铁的迄个会员啊，我发现我逐礼拜拢会坐高铁，就是变会员了。你无加入迄会员？我有加入会员，所以伊会甲我记录。安尼你的点数小济，小济我只加币你袂了呢。免费的加币，佮迄个Subway拢会当换呗。你当就是我嘛会当甲你斗啉。哦，等下再回来讲。对，就是真正发现我真正加去做者无去过的所在啊，就是我会去到对我拢会当甲阮身躯边人讲哦，遮有去过，我知影遮有啥物会安尼，他升台湾，马上是甲家己的眼界拍开啊，去真济无共款的所在来体验。会当食着做者所在好食物。奇怪呢，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大家拢要一直食，做使食。这是阮的迄一开始阮的精选的条件就有讲着这啊，就是你爱食就对啊，无啦，本身食。我嘛会使去参加，我想要参加。但是阮18、9岁尔，应该是会使。阮会当一直食，免钱，阮拢食。对啊，若是讲主持方面的改变，我感觉就是。我本来要讲话有变较慢，毋过我进来却感觉无呢。无，因为阮遮讲话就是足紧的，所以讲就是你讲讲话变较慢。有啦，因为你迄是囡仔节目，可能就是爱讲较慢的，因为对囡仔来讲，迄个 tempo 爱较慢的。但是歹势啦，阮是一个开讲的节目，就是起起沙沙。我其实讲话爱讲较慢，即点就是嘛是到今我搁爱一直调整的。但是因为我已经自细汉就是惯势，我的头壳
转足紧，所以我讲话嘛变做讲足紧。我嘛是，你是毋是有当时会讲上紧的，就是头前即句你会讲头，后壁迄句讲尾，就是咧倒起来，人想讲你在讲啥？然后有人在家己个想想个跳迄别个所在。对，我就是安尼啦。白白一感觉拢想讲我咧创啥？跳跃性思考。一个两个乌边讲话哦。我头壳摸咧笑，伊逐工拢头壳摸咧笑。所以除了讲话以外，当初是敢会惊镜头。我本底就是对镜头本来就较袂惊，只是发现讲我若要面对镜头讲话吼，我就会开始想讲啊，我的表情该安怎啊，我若咧想讲我的表情该安怎，你会袂记你讲话，我的喙我就毋知要安怎讲话，我就一直我会记你头一道我咧迄个录迄个石班迄集，就是我的第一集，我的人生的第一集节目的时阵，迄当阵只要是迄种面对镜头要讲开场啊，还是要收 ending 的时阵，我就拢爱应该录30-40道，就是一直 NG 哦，一直 NG， 我要讲啥物话，我就是一直讲袂出来安尼，对，啊毋过落尾搞进的差不多嘛是 NG。这个叫做较少，这个叫五包啦，五包，较少小看，啊，进的是会想讲啊，怀弟嘛，水摆的嘛，无要紧啊，大箍上下巴出来的，无要紧菜伊啊，对。袂啦，听都没有你莫听你讲哦，就是伊讲啥物大箍，啥物下海，我咧讲无，因为迄是电视的放大。迄是迄摄影机的放大，因为你用电视看安尼，就所以讲你平常时若是看到因本人，像哎呦，你比电视较瘦呢。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你也袂看到我本人真的，你当作我做大箍？无啦，我无讲啊。你记后一条题目就是少年安尼啦。对啦，我感觉真少年啊。汉宁哦，高水啦，高水，少年安尼较高水。没有现场人要拍起来咯，拍起来咯。我都想要看这种拍起来。啊，还有一个无问到，就是你出迄非常了不起的外景，开场有一个口号，敢是你家己想的？我嘛希望迄是我家己想，无啦，迄毋是我家己想的，就是因甲我开讲了，因感觉，所以可能就真正人水够有爱心的款。要现场讲一下无？大家好，我是人水够有爱心的非常一缕花黄大心。啊，有一个好奇心。顶下佫有对生活充满好奇心，这可能较无，所以我干那要成立人水够有爱心。哎呀，我哪有无多讲话，对吧？啊，你一开始录这段话，敢有笑出来哈？我是感觉迄个，我是感觉做好我家己本人做下输的啦。我就知伊要讲啥，我要气笑我，想安尼。但是重要是爱心这两字是拄倒位来的？爱心，因感觉我可能介有爱心，可能伊就是看到我，看到我伫咧迄个二小节目啊，甲囡仔人咧互相互动啊。你趁钱啊，你当然嘛爱甲因互动啊。爱心就是譬如讲你伫行的路顶，我看到阿嬷你会去欢伊过大路啊，是讲你伫路边看到迄什么物件，甲伊斗相共安尼。毋过这我袂呢，我还想讲，你看伊就是一个无爱心的人，听你就讲出来啊吼。我若是看到人，若是要来讨物件，我就会想讲，其实咱会当家己拍尾啊趁钱。哦，你会想讲伊好卡好手对。对。啊，毋过若是有诶，若是看到迄种有兰花迄种，我会想讲啊，袂甲高关节安尼。迄种因为伊是家己真正有认真来趁钱。对，而且玉兰花足辛苦的，你敢知？玉兰花就是喺透早日头还袂出来进前，你就爱采收。因为伊才会甘水。我听人讲的啦。若讲毋对，莫甲我拍。啊，若有人知影讲恁兜咧种玉兰花，会当写回来讲。啊，无会当收，以后会当去收成玉兰花。因讲日头出来了，迄玉兰花收起来了都冷去啊，冷去，毋是，咱就会垂落来。就是会较袂芳。因是安尼讲的啦。我是听，若是开伤大蕊都无遐尼芳啊。对，我是听迄运将司机甲我讲的，若是迄运将司机嘛，毋知讲的是真诶假。我应该甲迄路边玉兰花阿送甲伊阿送，你敢真正是日头出来进前？以后我有拄着，我甲你问一下。你若甲我讲伊挂回来，我还足生气，钱现来。我本来想讲伊安尼透早就出门，我天色渐渐光的时阵，你去望花，结果伊甲我讲伊去挂花，那我心情会足歹的。你敢知影迄个意思？透早去挂花啊！透早去挂花也毋是去办的啊！共款嘛是共款爱辛苦趁食。毋是，是另外迄个人辛苦。好啦，安尼想要问讲，就是你做主持人了啊，你身躯边的人，敢有就是去受到你的影响，还是讲有提供一寡建议互你？因为之前一定有人安尼啊。大兄啊，你讲我昨日看你电视，你拄则伫咧台顶下，你的眼神安尼，眼咧。无你看电视，佮你拄则迄你迄个妆，你安尼正边的耳仔较大蕊。你是咧讲你家己的心声吼，这是你看了的心声。你讲你这个眼线盖成给我干？
目尾无牵电线，你这个电线牵得无够粗。无啦，我是咧模仿啦，我是咧模仿。好啦，就是应该是会使讲，就是阮阿嬷。你阿嬷，阮阿嬷伊逐日拢会做，阮你讲咩？阿妈是你的忠实观众。阮祖嘛，阮祖，恁祖，阮祖嘛，拢会看。你等下叫阮主管没有？台湾没有是伊甲我讲，还是因祖妈？我在甲伊讲恁祖妈讲啥？叫你闹大呢？就是阮阿嬷伊就是拢会做认真，伊逐日拢会看，一直认真看，就会转来就会甲我讲。哦，你迄个台语吼，袂当安尼讲吼，你安尼讲就是无够标准。我就会甲吐槽，我讲我台语无好嘛是你害，因为细汉伊就是无甲我教，伊细汉台语就无甲我教好，因为其实伫咧厝里细汉时阵，阮爸拢会甲我讲，就是爱讲台语，而且我若甲讲华语，拢会讲我听无，我毋知你咧讲啥。哦，所以恁爸做赞的呢，对，伊做坚持安尼，所以就是自细汉我就知影，我一定伫厝里就是爱。讲台语安尼，毋过颠倒是阿嬷是毋是拢去学华语？无毋对，阿嬷佮阿公因拢会看着孙仔，就会想讲啊，要讲华语，要讲华语。对啊，你要食太太无？吃饭来出饭哦，出饭。我就会甲讲啊，就是因为你细汉就无够讲台语啊，所以我台语就无够认真。应该嘛是算。伊就是真正做认真咧看我的节目咧啦，毋过我嘛是会甲吐槽呢，毋过嘛是做感谢我厝边的迄落亲戚朋友拢会讲是有啥物物件po文啊，伊拢会甲我认真起赞安尼对。所以你就饲网军的对啊？对，因厝边隔壁拢是迄网军。你若有看到下骹有迄留言的老话，然后没有恁听到无？就是以后有迄带迄个镜头的时阵，毋通改名啊，无伊。你叫网军来哦，我都惊。搁还要问讲，就是即届要宣传的第3季的修行，有全新的体验。若是去农家斗修行，啊，佮有其他要分享的内容哦，来请讲。笑啥？即摆是咧种啊？我袂甲调，我会甲囥咧哦。想讲因拢无爱讲话，听明话恁讲迄中的迄空白啊，就是要互恁体会讲话。是我伫现场看因两个伫遐看对方，啊，拢无要讲话，毋知是咧创啥。无，我甲你讲，我会听这，就是因为阮之前有当时无说伊，若是录音时就是话大则会，对，袂当，所以我就唱话的对。对，所以我就想讲，爱等你讲了，啊，毋知影当时讲了。所以你两个是互相看对方，但是拢无对方一个眼神，啊，结果两个拢无法度。我咧体谅家的人啊，惊伊歹教。我无感受着，你那我愈歹教。后来，阮这个第3季的修行啊，就是若是进前，就是拢是农作物的迄个采收安尼。阮这件就是有加迄落工商百工百业，就是譬如讲我有去民宿啊，还是歌戏，佮有迄落地园的导览，伊毋是地园俩，伊是地园的导览安尼，就是一寡较工商的物件，就是无共款的体验安尼。哦，所以就变成讲你除了去，因为进前去就是迄种是体验生活，但是即边去就是毋若生活，佮学一寡知识对无？听起来是安尼，对，就是阮若是即个的修行，就是一定毋是农作物吧？就变做阮是咧修行因的工课，啊，看着因咧甲人客一寡互动啊，佮有因伫咧，譬如讲若是歌戏的话，就会当看着因伫咧后台，因咧准备的过程是啥物货安尼，一定就无用诶。变做讲就是除了就是爱学迄物件以外，佮是去看讲安怎甲人计接啊，还是讲就是物件安怎传啊，后壁的准备就对。对，就是会当看着一寡咱平常时。若伫咧外口生活看袂着的迄面安尼。哦，我知，这时阵来唱一条歌。舞台上灿烂笑容，舞台后寂寞心情。我即摆是咧唱歌哟。你敢知迄落即个毋是迄个 YouTube Music 诶，迄落。你继续唱落啊！乐队声又叫响起，伊要讲话。但是迄个继续唱了，35秒你来看见，做个人心酸的滋味。你较学者好无？我咧唱的歌你拢接袂落去，即摆拄来宾来，真正是两个黑边。个改人生，我讲来要人生的歌，所以你今仔要唱人生的歌。无，这条我较讲就是迄个 YouTube Music， 就是毋是咧，逐档拢会有迄个伊统计讲你的迄个上爱的艺人，对，我的迄个我的第2名就是江辉，第1名是迄个萧煌奇老师，第2名就是江辉，拢是台语歌，嘛是台语歌。你会晓唱啊？
阮会叫你，敢有听着？佮伊甲伊讲，伊才要接你看。我甲伊讲，阮若是做几项年啊，阮两个嘛是共款诶，所以大家就知影讲，阮私底下感情无好，你知？感情无好，对啦对啦，袂落啦，对啦。你等下就是录节目关掉了，你会看阮两个开始玩机，小拍小拍，拍起安尼。好啊，除了就是，无啊，除了讲了哦。不要紧，家己去看啦。因为我是即句，家己去看啦吼。有诶，个进个长诶录诶啦，对。哦，好，安尼想要问讲就是节目内底啊，除了甲囡仔诶互动以外，敢有发生啥物就是互你印象真深诶代志无？我想要讲诶，就是迄落我去录竹笋诶时阵，笋啊，笋啊，对，迄当阵我好食。你刚才因的迄个笋啊，因咧食，因是食迄个凉拌，啊，毋过咱平时咧食凉拌拢是阮迄个白醋美乃滋迄种的，啊，毋过因的迄个笋啊，伊毋是安尼食呢，因是食迄个豆油甲柠檬，就是阮豆油甲柠檬。我知。你有食过即款？无，我无食过，但是因讲就是山内底，因为南投迄边因就是拢安尼食。啊，毋过阮伫咧台南呢。哦，我嘛毋知啊，我就是听阮中华种笋啊，种笋拢是山顶啊，我都。对，因在地人拢安尼食，因讲安尼食像咧较清甜诶款。清甜哦。啊，迄当阵我食嘛，感觉迄个柠檬诶摕味，就是会互迄个笋仔诶甜，因为柠檬酸酸嘛，伊会互笋仔迄个甜味真正有较明显。对，啊，毋是，佮讲着食诶啦，开无见甲拢叫迄个食诶，无啦，就是我是要讲迄当阵去笋仔园诶时阵，真正是网有够高诶，我。哦，我知小姐啊，对，我从来无看过，拢是小姐网诶。我从来无看过网遮济，对，就是真正网有够高诶，你着秘密内底，你着规个目睭头前看着，规个拢是。你讲有迄网无说走去目睭？我咧去迄个花莲岛诶时阵，就是迄个糖直接阮鼻孔呛咪咪。好食无？袂歹食，蛋白质两倍质安尼，啥物拢要食，来问伊好食无？除了食诶，敢佫有别项？我这还可爱个想。刮鱼的时阵啊，迄阵子咧去刮鱼。对，我本来一开始当做我就是去，我本来当做就是去后台斗相共搬物件，搬来做一寡苦工安尼。对，结果落尾雄雄互叫上台，真正有上台。而且因迄是真正人开钱请因去表演的，啊，我就想讲，哇塞，我来甲伊听场吧。而且我嘛是爱对因安尼画迄种啊，什么画安尼，就是我第一道画迄个种我。雄雄字袂出来家己，啊！毋过迄人做迄个制作节目，因拢做记起来，因拢讲，你画安尼较水呢，伊根看袂出来。所以平常时是啥物意思？看袂出来时阵较水啦，你有听出来无？伊根看袂出来，我本地写在哪较水安尼。那你那想都会怪怪，真趣味的迄个吗？对啊，就是迄阵阵雄雄叫上台，或者头壳拢空白，想讲，我要创啥要讲啥，因为我从来无唱过歌戏安尼。啊，结果有台词。无，我甲伊讲，我做惊听你的台，因为迄是真正因迄新名咧生字，我做惊讲诶。无礼貌也是安怎？那你雷公哪里卡来打你？我来讲落大雨安尼，对啊。所以我就甲伊讲，啊无我就去一寡较简单的角色，所以落尾就是因咧讲迄是跑龙套诶，就是我得做机关啊，我得举一支旗啊，对出去走一机关啊，搁爱画面哦。对，啊而且迄衫裤啥物会拢爱换，对，而且看起来听起来足简单，啊毋过其实迄旗啊，你咧举啊，伊拢有方向诶，就是伊诶刀啊，伊有方向性，就是你若毋对边，就是代表像诶是抬家己啊，是黑白讲台诶意思安尼对，所以落尾迄阵已经正式咧上台诶时阵，我迄刀啊，我就是淹着边，啊，我就看我边仔迄个弟弟，就是迄个苏伟，迄个弟弟，我就甲伊看，我就看讲像咧问着边，啊伊嘛甲我看，我伫咧表演诶时阵，阮两个人伫遐互相看，对，啊落尾我看了，我就默默甲我迄支偷偷甲挖过来，啊我就看落尾迄个摄影机，迄个摄影师伊就伫遐笑，啊害我伫咧台顶嘛忍袂住，我嘛笑出来，你害你。迄工等去可能单位讲啊，心灵会生气啊。我就去问迄个团长，迄个歌戏迄个团长讲，我头笑出来要安怎？伊就讲无要紧啦，阮家己嘛拢笑出来啦。结果你害规团拢咧笑啦。你看毋知敢害因要找无头路安尼？应该是袂啦，因会讲阮迄个迄个来乱的迄个无来啊啦。伊要迄个通气，伊爱甲我迄个面搭伫遐，有看到一个人卖互伊一摆，毋通甲伊放一摆哈。对啊，做趣味安尼。好，过来要问讲，除了外景的主持人，未来敢有想要做啥物款的工课？为虾米咧？
好，要做啥物款的工课？我先讲，我进就是我会讲我延毕嘛，就是因为我有修迄个教育学程安尼，所以有可是一个老师就对啊，有可能啦。那也较定咧，倒一间学校甲我讲诶，我以后若有朋友要生囡仔，我会甲伊讲。啊，你要安怎讲卖去遐对，我这个老师伤强，会误人子弟。袂啦，我是惊囡仔上课伤欢喜，拢你甲你开讲，拢无你认真啊，拢会拍，拢会唱迄个给改进去。那人家加唱一寡公费的歌啦，黄以玲嘛会使。哦，迄阿嬷爱啥物批，啥物批，拉你落的心声，无字的真批啦啦，对，阿嬷教我们，阿嬷毋捌字，阿嬷毋捌字，你互人回答问题好无？好啦，就是我进就是有咧修教育学程嘛，所以就是若有机会的话，明年要考试啊，有机会的话，就是想讲做老师嘛袂歹。哦，所以我进我想要做啥物拢地区的老师，我就想讲无爱来台北。因为有的人就是也感觉讲来台北就是人生，毋是人生，就是拢无熟悉，啊，而且消费佫较悬，对，所以呢厝税，对，所以因可能会想讲就是找伫厝里较外近的所在。我就是我转去家乡啊。对，我就是顶礼拜才甲我妈妈讲，我若是以后考了老师吼，我就要转来厝住。伊就讲我要回去啊，因为我就是讲，我伫咧厝，我根本免洗厝，我根本免家己煮饭，根本免家己洗衫，就是爸爸妈妈会用的咧，对，住厝上舒适。真的，好啦，就是若是想讲会使的话，就是做老师嘛袂歹，啊，毋过。我最近佫有咧做一个就是配音，就是我有咧做绘本的配音，啊，我落尾试了嘛，讲迄个工课嘛袂歹，算真趣味安尼，就是。要来抢生理啊！你看，哦，无，我迄是配音啦。啊，阮这嘛是你配音的一种啊，你敢无听出来？嘛，要找我来代班好啊！你啥毋是你找我去做工课？你啥要来抢我代班？奇怪呢！听众朋友，你甲听看卖，咱每一个来上节目的来宾，每一个人讲，阮若是欠人会当找去代班。伊明明有遐侪人，因袂甲生理介绍阮，佮规工干毋要抢阮的生理。你敢有看到配鸟啊，还是狗仔的声哈？会使啊！会使，以后会当试看嘛，因为迄间就是伊要叫我配迄个鸟啊狗仔鸟啊狗仔的声，我伫遐配无啥会出来，狗仔要安怎叫？你这若是较老的狗仔咧，你这较歹的，结果我这拢是猫，全部都是鸟啊！我有猫会较熟啊，鸟啊较了解。对啊，因为我逐工咧讲猫啊，鸟鸟有这种声，巴肚枵的声，就是伊要吐啊！你讲所有饲鸟的人听到这大来，水跳起来，真的真是的，伊要吐真的，因为伊就是若有物件要起来啊，所以伊会发出这种声。听下朋友恁兜有饲鸟的人啦，感觉讲我这段讲了，就会拜托一下你老话甲阮讲哈，互因知影者，互边仔即两个酷酷的人知影讲我学的足成的哈，小成的哈。紧来甲黑白赞声吼！哎哟，好啦，我就是有咧做配音嘛，对我感觉这真趣味，所以我进就是因为搁咧做学生啊，我嘛无去想讲未来。但是你知呢，你若是以后考着老师，你袂当兼呢。进敢是有一个法律讲法条，像讲会使，只是伊会使兼有有啥物一个比例啦，有一个听讲有一个比例，但是就是袂当安怎。对，所以较细致咧，咱去用监记哈，我就先去甲你监记啊，对，我就甲你监记了，我就甲你讲啊，我会使甲你斗配啦。抢人的头路，你主要是要抢我头路，总袂使大概拢是别人抢我的头路啊。啊，你也嘛爱较细致的，就是你嘛要讲。主管，你有听到无？咱若是去用监记吼，你就知影讲倒位来的吼。对，头一个就怀疑迄个台戏啦。对，就是迄无阮会怀疑阮隔壁部门的，因为你甲因讲啊。对啊，所以就是我其实嘛无想讲以后落尾就是要做啥，因为所以就是无限制啦。对，真就是拢个逐项拢试看。我感觉嘛是安尼啦，就是你共款老师教考、白蒙考、白先考出来，啊以后要去倒位，就变做讲你会当有春秋，变做讲你手里有摕一个免死金牌。对，所以我今日来遮其实嘛是来迄落来趁钱的对啊。无来练习的，看到以后有你钱啊。你拄仔讲无啊，无趁钱。你拄仔讲啥？来练习的想讲以后会当做节目了。夭寿啊，搁要抢生理啊！你看，公明正大，你毋是叫人爱试看卖？对啊，你讲逐项拢爱。你去找别人试，莫来我。你咧家己开一个节目，家己开一个节目，也是讲伫咧网络面顶啊，吼，毋通来抢阮的生理哦。叶嘉已经拄迄边抢我这边来，即摆搁一个台音哦，我嘛毋知要安怎。叶嘉伊的抢的人会较济啦，伊迄个粉丝侪对，阮个爱卖，阮个爱卖。哦，但是你有网军，我会惊。哦，安尼说来就是上重要的工商服务时间。
来，互你几分钟介绍一下。好，阮修成迄一天啊，正已经咧播出来哦。逐礼拜五的下晡5点半，你会当看公司台语台啊。若是要订看的话，伫咧每礼拜的下早6点半哦，足早的。我从来无看过即个时间。哦，伫咧礼拜的透早6点半，佮有拜一的下早6点哦，愈来愈早吼。就是你会当来看阮的修成的迄一天。啊，佮有啊，上重要就是阮即马公司台语台的迄个二小的 YouTube 影片拢有伫咧顶悬安尼啊。阮即马有一个订阅活动，就是你来订阅，佮有留话的话，阮会送你礼物咯。对，有啥物礼物咧？你讲一个无？有阮的豆豆，迄个豆豆已经无咧个出版啦，就是已经对，数量有限。对，我厝里有2-3组，你有2-3组，你讲我毋敢用出来去了。好啦，以后用来送啊，好啊。无你先摕一组来啊。好，后跟来拜码头的时阵，这个好做拜码头，你知无？对，有诶豆豆啊，有豆豆，佮有豆油，这拢是正已经无咧出版的，所以若是有想要爱的人啊，爱紧去来参加阮这个老话，佮有订阅的活动安尼。所以老话爱留啥物咧？老公台音足水的嘛会使啊。听做没有恁留一个会去用画条，这绝对袂甲你挑哦。我会甲阮隔壁同事讲，若是写台音安怎会迄个拢甲伊挑。无，阮迄是公开公正的，所以迄无你无都打卡手者。好啦，啊，若是讲就是厝里无电视的人，伫咧播出时间的时阵，你嘛是会当伫咧阮的公司台语台 YouTube 频道嘛会当看到。莫甲咱介绍恁的尔，好，甲阮跳过人过是咧创啥？你来遮趁阮的钱，佮毋介绍阮的频道。是啊，我头对啊，你拄仔讲的是李小的 YouTube 频道啊，啊，重点是伫网络你做的是直播啦，对啦，伊是伫咧公司台语台啦，即公司台语台的。袂话，对啊，你若无都看电视的话，请看公司台语台，阮的 YouTube 会有直播安尼。对啊，你就是下晡5点半，若是还未下班的人，你就是去变数者。啊，无就是你5点半下班时间，就是坐车的时阵。对啊，你就是迄手机啊摕起来放啊，用听嘛爽，甲你讲。听来感觉哦，这个画面有问题，你才去看迄 YouTube 频道，甲伊放落来安尼。对啊，佮有落尾就是阮即马有一个新年影片投稿的活动，就是大家会当去公司台语台的二小来分享讲家己未来啊想要做啥物款的工课，啊你只要讲30秒到40秒，啊传去阮的二小的活动的网页了，你就有机会当抽到阮的修成迄一天的绝版的豆豆哦。啊，影片是收电视甲电视，你嘛爱讲一个啊。歹势咧，咱即个录影录出嚟的时间吼，已经剩3天啊，所以大家人吼听到的时阵爱把握机会哦。阮是为12月22号到12月31号，所以就是出门几天啊。我毋知影听就没有恁电视听到，但是恁即马听到这部会当先暂停，先莫听了。紧去录影，紧去录影，录录紧来，因为迄豆豆真紧就无啊。但是阮这 podcast 会当一直放一直放，所以你即马听到的时阵，紧会随暂停就去录影片啊。对啊，到31号尔，所以大家人爱把握机会哦。对，啊，若是有问题的人会当去阮的卖种页，也是讲去李小的卖种页看。啊，阮的卖种页会尽量甲伊放伫面顶。啊，伊若是做无遮事情，小编会甲你回答。阮就是恁的迄总机小姐，你甲我问，阮拢会甲你转出去。欢喜呢，真正欢喜，邀请你来。好啦，我拄仔讲生笑的啦，以后你若教册，我会甲阮朋友讲啊，因为这个老师听起来真趣味，对无？因为我足惊迄有的老师就是讲话就是足严肃。嘿，小朋友，咱今仔日要来学拼音，嘿，我上无正经诶。天啊！我听到，你有听到？什么话？你无咧？迄是啥物声？你也哪好意思？是我哪好意思？哪好意思？我要甲这个声放大，要甲伊加出来，我要甲伊加出来。为什么？我无听到。你怎么听到？我给你告诉你，听这无。大声诶！我毋知影要哪发出来。结果落尾是你家己了，我无，迄是伊，因为我拄仔咧讲话，我无可能发出迄个声。我嘛毋知是我发出来，我想啥物声？应该是你。惊倒人啊，还是讲即个所在又搁有别个空间的物件？好啦，我发出来。莫惊。哦，就是我感觉讲，就是像咱即马，因为有的囡仔无学过台语，所以可能较白体，还是讲伊毋是囡仔啦，就是咱人嘛是共款，要学一个毋捌学过的物件，可能会较白体，还是讲会想讲会惊，但是今日啊，即个老师真趣味，啊，佫会当就是安尼。佫生甲水水。听众朋友，咱今日节目就到这，多谢大家啊！好来啦，人水佫有爱心，对，人水佫有爱心，但是我毋知影伊有爱心无。好啦，收尾啊，无听啊，听会落去啊啦。好啦，那安尼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请继续收听。出名人请上门来请问，多谢大家努力。
体会一下阮家大诶人吼，因为分过无吞诶你莫个 get 着呢， ，ASMR。毋免，伤济。